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搁来话大小事，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今年闰2月，现主时徛算讲已经是咱人的3月。古早讲3月3日，一日北皮，3日甲皮，代表这当阵天气多变化。另外，古早嘛有讲到春天后母面，现代有人认为讲安尼讲后母就会起屁面，因为安尼对后母有歧视，看后母无目的。其实形容春天天气讲的话，嘛有抑个有济济。有人讲到春天囡仔面，一日变3变，抑个有正月春、2月柳、3月冻骹手，春天百花丛，赏花探花红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咱的时间到，主播陈英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过来话大细事，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英伟。最近咱拢知影，春天是春暖花开，真侪花开始大出的时节。啊，毋过你敢知影，这4月份有啥物花是开始大出？另外，这春天啊，搁这花开有啥物款的花，甲台语俗语是有关系呢？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花来了解。第一张图，咱先来看卖这春暖花开有真侪花拢开始大出咯。第一种花就是这刺仔花，时间是伫11月到4月初左右。啊，这个时阵咱拢看到怎样刺仔花，其实开花的时阵有3公尺到5公尺，这尔悬，都亲像是这水墙共款。另外呢，咱若伫咧头前来翕相的时阵，都亲像互这个花完全来包围，是真是非常水。会当伫咧倒位来看到这种花，伫咧中华、田中，啊，搁有这嘉义，啊，搁有这台中，其实拢会当看护。啊，毋过咱拄则讲到这刺仔花，其实这种花是有早刺的，所以呢，这民俗专家都特别提醒讲，这种花较无建议种伫咧厝内底，也是种伫这办公室内底，是对咱的运气是比较较无好的。另外第二个来看卖这麝香花，啊个这一丈红，其实呢这花开花时间伫1月到4月左右。为什么叫做是麝香花咧？这个麝其实咱拢知影，讲到这麝，就想到这中国四川这花，就是为中国四川来的。另外为什么叫做一丈红咧？因为呢这种花开花的时阵差不多有2-3公尺这尔悬，啊这一段呢差不多都是3.3公尺左右，所以呢，麝香花又个叫做是一丈红。好，会当伫咧倒位看到这一丈红咧，伫咧中华餐中，啊个台南客家，啊个这台中新社，其实拢会当看护。另外特别注意哦，伫咧台南客家，佮加这麝香花一丈红，这种花变做是美容共款，所以民众会当伫咧内底来佚佗，内底来翕相。好，第三来看卖就是这萨库拉，又个叫做樱花，时间是伫咧2月到4月左右。伫咧过年之前到4月份到即马，其实拢会当看到这萨库拉，其实就是因为无共款的品质，开花时间才会无共款。啊，毋过爱看到这萨库拉开花时阵，其实是真无简单哦，因为亲像是这萨库拉开花到满花时间差不多是1礼拜左右，另外伫后壁。满花了后，到凋谢差不多是5天到7天的时间，所以民众想要看这萨库拉大出满花的时阵，都爱拄运气咯。另外，即马4月份会当伫咧倒位看到萨库拉，真像是伫咧台中的福士山农场，啊个台北这阳明山国家公园，啊个这嘉义的阿里山，其实拢会当看护。好，咱看卖第4个就是这海鸥，这海鸥时间是伫咧3月到4月底左右，大家拢知影爱看这海鸥，都爱来到台北阳明山的钓鹅。啊，毋过其实即马除了这阳明山以外，其实也阁会当来到桃园。桃园呢，即马伫咧举办这桃园彩色海鸥季，时间就是伫咧新历4月初一到4月16左右。伫现场会当看到8万外丛的这海鸥，而且色水毋若是这白色、黄色以外，其实也阁有这红色、粉红色等等。所以若是有兴趣的民众，卖讲来到桃园做伙来看这海鸥。另外看卖。另外一个就是这紫藤花，时间伫咧3月底到4月底左右。这种花呢，其实是非常特别，开花的时间一年差不多只有10天到20天左右。所以呢，民众爱看这紫藤花，嘛是爱把握时间，会当伫咧新北市啊个台北市拢总看到。好，另外上尾一个就是黄花风铃宝，时间伫咧3月底到4月底左右。这个花呢，甲这紫藤花是同款。一年开花时间差不多有3礼拜左右尔，所以民众爱看这种花，嘛会把握时间，会当伫咧台中的北屯、台中的南屯，啊个这中华的分园。好，咱看到即马伫4月份，其实伫咧无共款的时间、无共款的地点，都会当看花。若是有兴趣的民众，买当把握时间咯。
好，另外来看卖，其实这春天甲回归同款有关系，有一寡台语俗语提供给大家来做伙来参考咯。咱拢知影，这春天呢是一年四季内底这温度变化、天气变化上大的这个时节，所以呢，都有一寡俗语嘛是甲这天气变化有关系。亲像是这正月春、二月柳、三月冬骹手，啊，个这春天囡仔面一日变三变，因为这囡仔有当时啊哭，有当时啊又搁笑，都亲像这春天温度变化同款，变化是真济。啊，个这3月3日，一日剥皮，3日假皮，意思就是讲，这春天的时阵，有当时啊是非常非常热，热到无需要来穿衫；一时啊，如果变做非常冷，冷到需要来假皮，所以就是讲春天温度变化，民众一定爱特别注意。好，来讲到这花，春天甲花有关系，就是这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。意思就是讲，花是无法度永远拢开了遮尔水，嘛是甲人共款，人无法度永远拢非常顺利。所以呢，这意思就是讲，若是民众得势的时阵，千万莫伤过骄傲；啊，毋过失志的时阵，就千万莫放弃。好，另外来看卖，这大红花唔知歹，圆仔花卖唔知，意思就是讲，人甲花是共款嘛，拢唔知影家己的缺点，意思就是讲半斤八两，啊，个讲唔知影见效的意思。好，上尾一个就是花开满天芳，啊，个结子则惊人，意思就是讲，这农民看到这春暖花开，开始开花闻到这旁边的时阵，都非常欢喜，非常安慰。啊，毋过无到最后，啊，未到结子的时阵，都唔知影上尾的结果，意思就是讲，好头无一定好尾，爱坚持到最后，看到上尾这结果，才是上重要代志。好，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提供给大家做回来参考。